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，如果你把握起身嗰黃金5分鐘，你成個人嘅能量狀態都會提升，而你嗰一日咧亦都有機會變得更加順利喎。咁所以咧，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唔好玩手機住，做一做以下嘅練習。請大家合埋眼睛，可以做幾個深呼吸，俾自己放鬆落嚟。然後跟住我講，或者喺腦裏邊講，生命中的一切都向我來得輕鬆喜悅且充滿榮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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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感受下呢個句子個創造性嘅能量，開始進入到你每一個細胞，讓你每一個細胞都多咗一分創造力。然後開始去感恩，你可以諗3件事情係你真係由心而發地感恩嘅。你亦都可以去感恩身邊曾經幫助過你、陪伴你、支持你嘅人。你唔需要話發生咗啲乜嘢好大嘅事情先至去感恩，好多生活嘅小事，你都可以多啲去感恩、感恩、感恩。留意下，當你感恩嘅時候，你成個人嘅狀態有啲咩改變？當你感恩嘅時候，你整個人嘅頻率都會提升。好，而家我哋一齊去提問宇宙，仲有啲咩無限嘅可能性呢？仲有啲咩無限嘅可能性呢？點樣可以更好呢？點樣可以更好呢？宇宙可唔可以今日向我展現一啲美麗嘅事物？宇宙可唔可以今日向我展現一啲美麗嘅事物？今日有啲咩好玩嘅事情會發生呢？今日有啲咩好玩嘅事情會發生呢？然後你可以開始去觀想，你想今日係點樣過嘅？觀想你想要嘅所有嘅事情嘅結果。你今日希望同周圍嘅人嘅關係係點嘅呢？留意當你觀想嘅時候，除咗畫面之外，特別去留意嗰個感受，嗰個能量。你今日想你嘅工作係點樣嘅呢？你今日想你嘅狀態係點樣嘅呢？觀想你今日達成咗所有你想達成嘅嘢，特別留意當呢啲嘢達成嘅時候，嗰個嘅感受係點樣？
最後請你感恩所有呢啲事情都如你所願發生。然後你可以慢慢張開眼睛翻返嚟。呢個練習大家可以每日都做。當你 repeat 又 repeat 去做呢個練習嘅時候咧，佢嘅能量會累積而變得越嚟越強，而你嘅狀態咧亦都會越嚟越好。而你頭先觀想會發生嘅事情咧，亦都會慢慢顯現喺你嘅實相裏邊。而如果你喺個低潮期咧，當你不斷做呢個練習咧，你就會慢慢走出谷底，變得越嚟越正向。如果喜歡呢個練習朋友，可以留言1話俾我聽。祝福大家有美好嘅一天。